高雄美浓头沙石案继续在探烧，检方佮查到3个涉案人，其中一个地主是无党籍市议员朱胜强的助理，伊嘛捌出席国民党立委郭志温的记者会哦，伊今仔早起是100万交保。 花班车司机问啥拢讲唔知，不过关键顺路来到这，看见在怪手出现伫美浓成功段列管的农地顶悬，感觉真可疑。关键随通报环保局到场，除了当场查扣拖班车甲2台怪手以外，也对姓张的地主、姓潘的行为人、甲姓黄的司机分别罚300万，同时移送桥头地检署侦办。经查，张姓地主、潘姓行为人及黄姓司机未经许可提供土地回填废弃物，属依废弃法36条规定。 各裁处最高300万，合计900万元罚款外，并移送法办。自从美浓爆出大劫国事件了后，透过农地卖沙石的代志是一件接一件压出来，甚至连前议员助理周立军嘛牵涉在内。桥头地检署昨将周立军甲伊的翁婿以及甲伊租地姓王的查甫人具体到案。经过检察官透明审问，姓王的查甫有交结串供的记录，向法院申请羁押禁见。周立军甲翁婿2人分别以100万甲80万交保限制住居。咱实际来到周立军的农地看，因为车辆出入无卡路通行，佮有放铁棒来阻路，当地民讲，有当时暗时也会看到拖车停伫咧附近，不过已经真久无动工啊。用那个香蕉那些，他卖掉的、啊。卖掉。哎呀，他知道地主是谁吗？我不知道，不晓得。哎，那时候回填会不会觉得怪怪的？就挖了就要填啊，没有那么深，怎么办？经检察官讯问后，认被告王某涉犯废弃物清理法等罪，犯罪嫌疑重大，有勾串共犯证人之余。 向法院申请羁押禁见。周立军原本是无党籍市议员朱胜强的助理，进前甲立委郭志温做过去稽查，意外互押出，伊嘛是农地地主。现在朱胜强将伊开除，不过周立军的涉案也意外成为拿力两党这2天互相攻击的主角。记者柯家族柯朝阳高雄场报道。